大家好啊！今日我想講嘅係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兩元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票價計劃優惠嘅，由今個月3號開始，兩元乘車優惠調整為2元2折。受影響嘅包括港鐵啦、九巴、城巴、龍運巴士、新大嶼山巴士、居能巴士、紅色小巴、專線小巴同埋渡輪。首先，由於2蚊優惠計劃涵蓋嘅範圍太多，所以我只講港鐵。留意港鐵2元2折優惠唔包括馬場站、羅湖站同落馬洲站以及機場快線。而專營巴士嚟講，就唔包括 A 線同埋唔包括 A 線同馬場路線。我而家開始按正題，你睇到個車費金額，東鐵線其實呢個係牛頭角站係嘅車費。東鐵線只有金鐘係俾3個2，會借俾2個6，跟住紅磡去到九龍塘都2蚊嘅啦。大圍沙田火炭，大圍沙田就2個2，火炭2個3，大學2個半，大埔開到大圍2個7，粉嶺行上俾3蚊嘅啦。而觀塘線5日唔使睇，全部都2蚊。荃灣線尖沙咀去到荔枝角都2蚊嘅，而美孚之後就2個2。港島線由於牛頭角站係港島線嘅車費比較貴嘅，其實全部都10蚊以上，一定係2折嘅啦。由堅尼地城去到上環就去到金鐘就3個2，灣仔去到天后就2個6，炮台山去到西灣河就2個1，沙溪灣去到柴灣就2個6。東涌線出現一啲貴啲嘅車費啦。香港係3個2，九龍奧運青衣就2蚊，荔景同奧運南昌荔景就2蚊，荔景青衣就2個2，欣澳3個7，東涌就4個4。將軍澳線除咗北港直營村就全部2蚊，而北港直營村通常2個1。而屯馬線烏溪沙去到顯徑就2個2，鑽石山去到南昌就2蚊，美孚就2個2，荃灣西就2個6，錦上路4個7，元朗去到屯門都係5蚊。迪士尼線欣澳3個7，迪士尼就4個9。南港島線金鐘就3個2，海洋公園就3個2，黃竹坑其實全部都3個2啊，唔使睇啦。咁
值得留意一提嘅係有一個分析表嘅，呢度有個分析表，大家可以睇一下。由於我唔設字幕啦，呢度分析會睇到嗰啲資料。講完啦，多謝觀看我嘅視頻，拜拜。